過咗60歲，無論你幾得閒幾咁錫個孫，打死都唔好去幫手湊孫。好多老人家以為退咗休幫手湊孫就係出下力，係幫兄啲仔女，係同個孫享下福。但我今日真係要兜頭淋你一盆冷水。從玄學命理同埋因果嘅角度嚟講，你過度插手去湊孫，唔單止喺度抽乾你自己晚年所剩無幾嘅陽氣同運勢，你其實仲喺度折緊個孫本身嘅命格同福報。你以為你係幫緊成頭家，其實你係喺度害緊3代人啊！你唔好急住駁我嘴先，亦都唔好覺得我講嘢無情冷血。你平心靜氣聽我慢慢同你拆呢個局，你就會明點解你出錢出力捱到周身骨痛，背後換嚟嘅往往只得仔女嘅埋怨、新抱嘅黑面，同埋你自己一身嘅病痛。我知大家大半世人為咗啲仔女做牛做馬，後生嗰陣捱更抵夜，好唔容易等到退咗休，本來諗住可以享下清福樂公園，打下太極，同班老友記去嘆下茶，點知仔女一句話要返工，請工人又貴又唔放心，你個心一軟，就將自己送咗入去一個無底深淵。你日日天未光就起身落街市同人逼買最靚嘅魚、最新鮮嘅排骨返去煲湯，返到屋企又要洗衫煮飯、拖地抹窗。孫一起身你就要跟出跟入，餵飯沖涼換片，仲要帶落街去玩。你條腰痛到伸唔直對腳，企到靜脈曲張，你都咬緊牙關死頂。但係結果呢，你換嚟啲乜嘢啊？你用傳統嗰套去湊孫新抱，就嫌你污糟，嫌你思想守舊。你稍微買多咗幾件玩具，俾個孫個仔又話你溺愛，個孫有少少頭暈身熱，全家人啲面色就俾晒你睇，好似你犯咗天大嘅罪咁。你出盡全力貼埋自己份棺材本去買餸買奶粉，最後喺仔女心目中，你只不過係一個連人工都唔使俾，仲可以隨便鬧嘅免費工人。你每晚瞓喺床度啊，摸住痛到冤冤痛嘅膝頭哥，你問下你自己，呢啲真係你想要嘅晚年咩？你真係開心咩？你辛辛苦苦養大啲仔女，唔通就係為咗老咗再幫佢哋養多一次仔女？我有個識咗超過30年嘅老友，我哋叫佢方姨。方姨後生嗰陣喺長沙灣做製衣廠，真係用血汗錢供大咗個獨生仔，個仔結咗婚，生咗個白白胖胖嘅男孫。方姨本來同老伴住喺牛頭角，為咗幫手湊孫，二話不說就將自己間屋租出去，搬去同個仔新抱一齊住房。嗰份人好慳家，為咗幫個仔慳錢，佢將自己每個月幾千蚊生果金全部貼晒落去買餸。佢每日朝早5點半就出門口落街市，為咗買條新鮮嘅大眼雞煲湯，佢可以企喺魚檔前面等足半個鐘，返到去新抱嫌大眼雞腥，話要俾個孫食三文魚，方姨半句聲都唔敢出，自己默默食晒啲大眼雞。第二日又嗱嗱臨去買三文魚。佢對個孫真係無微不至㗎，但係新抱點對佢啊？新抱係大學生，同方姨啲習慣老土。方姨用嘴試下啲奶熱唔熱，新抱即刻黑面，直接將樽奶倒落坑渠，話有細菌。方姨帶個孫落公園玩，個孫唔小心跌親，擦損少少皮。新抱翻嚟發足成晚脾氣，足足3日唔同方姨講半句說話。方姨個心屈住同個仔訴苦，個仔淨係識講阿媽你忍下啦，佢返工好大壓力㗎。你啲方法又真係舊咗啲。方姨同我講呢啲事嘅時候，眼淚係咁流。我當時已經勸佢，方姨你退一步啦，搬返出去自己住，得閒週末去探下個孫就算啦，唔好再將自己條老命搭入去。但方姨聽唔入耳，佢話我走咗邊個煮飯俾佢哋食呀？邊個接放學呀？我捱得住嘅。嗰前年冬天落住毛毛細雨，方姨去幼兒園接個孫放學，為咗唔俾個淋親，佢將把遮全部遮晒個傻孫，自己就成身濕晒地下先。方姨一個唔留神，成個人重重咁撻咗落地下。佢第一時間實抱住個孫，個孫無事，
但方姨自己就跌斷咗髖關節，痛到當場暈低，送去醫院做完手術。方姨醒返，我以為個仔同新抱一定會好心痛，佢點知新抱嚟到病房，眉頭深鎖，開口第一句說話唔係問方姨痛唔痛，而係話阿媽你搞成咁，我醫生話要住成個月醫院咁，聽日邊個湊進仔啊？我同阿強都要返工，點請假啊？方姨聽到呢句說話，心入面最後一絲希望都碎晒。佢望住自己痛到喐唔到嘅下半身，再望住仔女焦躁不安嘅神情，佢終於明白我當初同佢講嘅說話，佢只不過係一個被榨乾利用價值嘅工具。當個工具壞咗嘅時候，主人關心嘅只係工作進度，而唔係個工具本身有幾痛。方姨出院之後，堅持搬返去牛頭角，點都唔肯再去個仔嗰度長住。佢同我講，我用咗半條人命，終於買到個教訓。原來可無私嘅奉獻養出嚟嘅，只不過係一班自私自利嘅反骨仔女。點解會搞成咁？呢個就係我要同你講深啲嘅玄學同因果。好多人覺得風水命理係迷信，其實玄學講嘅就係天地間嘅道理，係大自然嘅磁場，亦都係人性嘅真面目。我哋先從陰陽五行嘅氣場嚟講，人過咗60歲，無論你平時食幾多補品，做幾多運動，你身體入面嘅陽氣都係慢慢衰退緊，慢慢走向陰嘅階段。我呢個係自然規律，生老病死冇人可以抗拒。而啱啱出世嘅小朋友，幾歲大嘅細路仔，佢哋係咩啊？佢哋係純陽之體，好似朝早8、9點鐘嘅太陽咁，生機勃勃，精力旺盛。當一個陽氣漸弱嘅老人家，日夜同一個純陽之體嘅小朋友黐埋一齊，仲要無時無刻咁照顧佢，擔心佢消耗大量體力，會發生咩事啊？老人家嘅磁場會因為承受唔住小朋友咁強烈嘅陽氣衝擊而加速消耗。你哋自己諗深一層，係咪湊一日酸感覺骨頭都散晒，夜晚就算攤喺床度都眼光光瞓唔着，因為你嘅精氣神已經被嚴重透支，你嘅心神已經散亂晒。老人家本身需要安靜平穩嘅磁場嚟養老，但細路仔係嘈鬧跳躍不停變動嘅磁場，你硬生生將兩種完全唔同嘅磁場綁埋一齊，背後受傷嘅一定係弱勢嗰一方，即係你啊！更得人驚嘅係呢種磁場嘅影響係雙向噶，老人家身上帶住嘅霧氣同埋衰退嘅磁場，亦都會喺無形之中影響緊個小朋友。點解好多老人家湊大嘅細路特別容易扭計，半夜容易喊，容易感冒發燒，甚至大個咗之後性格會比較懦弱細膽，會乏衝勁，就係因為老人家嘅陰氣同霧氣壓制住咗小朋友本身應該要長嘅陽氣。老人家湊孫出於安全考慮，往往會過度保護呢度，唔俾去嗰度，唔俾摸，驚跌親，驚整親。呢種過度保護嘅磁場，正正就係扼殺緊小朋友探索世界嘅陽氣。你以為你係喺度照顧佢，其實你嘅氣場係喺度拖累緊佢嘅健康同命格嘅。我哋再從因果業力嘅角度嚟剖析，佛家有云，每個人嚟到呢個世界都有自己嘅業力要承受，冇自己嘅福報要去修生兒育女，組織家庭，為人父母。呢個係你仔女今生必須經歷嘅一場修行。佢哋要喺半夜起身餵奶嘅辛勞入面，學識咩叫做責任。佢哋要喺夫妻因為湊仔而產生嘅摩擦入面，學識包容同體諒。佢哋要喺睇住細路仔病痛發燒嘅焦慮入面，真正成熟長大，回味當初你養大佢哋嘅恩情。呢啲苦，呢啲難，呢啲壓力，係老天爺安排俾佢哋嘅必經之路，係用嚟磨佢哋心性嘅磨刀石。當佢哋捱過咗呢啲苦，佢哋先會積攢到睇屬於佢哋自己人生嘅福報，佢哋嘅家庭先會真正穩固。但係你家陣做緊咩啊？你打住為仔女好嘅旗號，強行插手佢哋嘅因果，你將佢哋應該捱嘅苦捱晒，將佢哋應該負嘅責任攬晒上身。
你幫佢哋擋住晒生活嘅風雨，你以為係好偉大嘅母愛父愛，但係天道係最公平嘅。你剝奪咗仔女成長同歷練嘅機會，佢哋就永遠長唔大，永遠都只不過係一個依賴父母嘅細路仔。而最殘酷嘅係咩？呢啲被你強行擋低嘅業力，唔會憑空消失㗎，佢會轉嫁去邊度啊？會轉嫁去你個孫嘅命格嗰度。你越係包辦一切，個孫嘅福報就越薄，將來就越難有大出息，因為佢父母本來應該為佢積累嘅陰德同承擔俾你嘅過度干預破壞晒。所謂慈母多敗兒，其實就係過度介入，打破咗自然因果嘅平衡。你霸佔咗仔女做父母嘅位置，搞到家庭位置，搞亂咗阿爺阿嫲做咗父母，父母做咗甩手掌櫃，家冇寧日，冇大冇細，呢個就係最大嘅風水敗局。一個連自己親生骨肉都唔願意親自去湊嘅父母，將來點可能有福報？你越幫，只會令佢哋嘅福報流失得越快。人老咗最悲哀嘅唔係冇錢，而係睇唔透人性。人性有兩個好核突嘅弱點，第一，得唔到嘅永遠係最好，太容易得到嘅就當係草。第二，鬥米恩，升米仇。當你間中幫仔女湊一次半次孫，佢哋會千恩萬謝，覺得阿爸阿媽真係好。但當你將湊孫變成你日日嘅義務，當你將成頭家嘅家務都包攬晒，仔女就會慢慢習慣，佢哋會覺得你反正大家都係得閒冇事做，你幫手係理所當然嘅。只有一日你煮飯遲咗，或者個孫跌親一下，佢哋唔會記起你之前364日嘅付出，佢哋只會埋怨你今日嘅過失。你反省下，以前我哋父母養大我哋，有冇老人家幫手呀？以前啲人一生生5、6個老人家，邊有咁多精力幫手湊？冇呀嘛。我哋咪又係咁捱大咗，我哋咪又係要一邊返廠做嘢，一邊孭住個細路煮飯。點解家陣啲後生就唔可以自己湊啊？點解家陣生一個半個就話辛苦到搞唔掂啊？係因為你哋太過心軟，養出咗一班唔識捱苦嘅後生仔。你越幫佢哋就越脆弱，你越幫佢哋就越覺得你做嘅一切都係應份嘅。你唔好以為血濃於水，親情就可以戰勝一切。當利益同埋生活瑣事交織埋一齊嘅時候，親情係最經不起考驗㗎。你越係冇底線咁付出仔女，就越會覺得你好恰心抱，就越會對你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。你用盡全力去討好佢哋，為佢哋慳錢，為佢哋撲心撲命，最後感動嘅只不過係你自己。仔女根本唔會領情，佢哋只會覺得你左手左腳，覺得你干涉佢哋嘅生活自由。我睇過太多家庭，老人家因為湊孫搞到自己一身病痛，血壓高、心臟病、關節炎全部出晒嚟，到最後真係喐唔到，攤喺病床嘅時候，仔女嫌三嫌四，就病床前冇孝子。我呢句話係千真萬確㗎。你為咗湊孫，將自己條命都搭埋入，去到你需要人照顧嘅時候，仔女又要返工，又要照顧自己頭家，邊有時間理你啊？你連自己嘅健康都保唔住，你憑咩去保佑個家庭？你連自己嘅晚年都過得咁委屈，你點樣指望仔女會真心尊重你？有啲人可能會話：我唔幫手湊，我啲仔女點算呀？仔女要供樓要生活，我唔幫佢哋，佢哋邊度搞得掂啊？我話你聽，呢啲全部都係你嘅借口，係你放唔低嘅執念。地球冇咗，你一樣會轉。鬼女冇咗你幫手湊，佢哋自然會諗到辦法。佢哋可以請工人，可以揾托兒所，可以兩公婆輪流照顧佢哋嘅潛能係逼出嚟嘅。你唔放手，佢哋永遠都唔會學識點樣去經營一個真正嘅家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你頭家和睦，想你個孫將來有出息，想你自己晚年過得有尊嚴，你必須要學識趣啲放手。60歲之後，你嘅人生下半場先至啱啱開始。你嘅使命已經唔再係為仔女做牛做馬啦，你已經辛苦咗大半世人，
家陣係時候將個擔子交翻俾佢哋自己。我喺度俾大家3條晚年保命嘅鐵律，你只要守得住呢3條，我保證你後半生無病無災，順風順水，連你啲仔女都會對你刮目相看。第一條鐵律，死死守住你嘅老本同埋間老屋，呢個係你晚年最大嘅底氣同尊嚴。好多老人家一見到個孫出世，開心到忘乎所以，將自己僅存嗰啲棺材本全部攞晒出嚟，幫個仔換大屋，幫個孫交學費，甚至連自己住緊間公屋或者舊樓都賣埋，搬去同仔女同住。呢個係最愚蠢、最自掘墳墓嘅做法。你要記住啲錢喺你自己個袋入面，你先至有話語權。間屋喺你自己名下，你先至有退路。你將啲錢俾晒仔女，你以後想買盒靚少少嘅寶品都要睇人面色啊！你冇咗自己間屋，寄人籬下，新抱單打你一句，你連一個可以匿埋喊嘅地方都冇呀。如果你仔女真係有困難，你可以量力而為，間中封封帶利是，或者幫補下佢哋，請工人嘅費用，但絕對唔可以晒身家，更加唔可以親自落手落腳去湊。你留住筆錢，將來有咩病痛，你自己可以請個好啲嘅私家看護，唔使乞求仔女請假嚟照顧你。呢個先至係對仔女最大嘅幫忙，都係對你自己最大嘅保護。第二條鐵律，永遠記住，你只不過係一個客人，學識收聲同埋放手。如果仔女請你去佢哋屋企食飯，或者你去探下個孫，你一定要擺正自己嘅位置。你去到仔女屋企，你已經唔再係一家之主，你只不過係一個親戚，一個客人。見到新抱屋企亂，唔好出聲；見到仔女鬧個孫，唔好插手；見到佢哋買嘢大事，唔好長氣囉嗦。佢哋嘅生活方式由得佢哋自己話事，你只需要做到帶住笑容去食完飯，讚好味，留低你少少心意，然後乾乾脆脆咁走人。距離產生美，呢句話喺家庭關係入面絕對啱用。你越係少出現，佢哋就越會珍惜你嘅到嚟。你越係唔管事，佢哋反而有咩事會主動打電話嚟問你意見。放開你對仔女嘅控制欲，斬斷你對個孫過度嘅牽掛。你唔係救世主，你拯救唔到任何人嘅命運。你唯一可以負責嘅就係你自己嘅人生。第3條鐵律，自私啲，撫養你自己嘅身體同靈魂大半世人，你都係為別人而活，為老公、為老婆、為仔女。我家陣係時候為自己活一次啦，將你每日落街市買餸煮飯嘅時間，用嚟去公園散下步，去海邊吹下風，去曬下太陽，吸收下陽氣。將你幫個孫報補習班啲錢，我用嚟報個書法班、太極班，甚至同3、5知己去下旅行。好好保養你副身體，唔好令自己咁快衰老。一個行得走得精神爽利，有自己社交圈子嘅老人家，仔女睇到都會覺得安心，亦都唔敢睇小你。你過得越精彩，你嘅磁場就越強大。呢種強大嘅正能量反而會庇佑你嘅子孫後代。相反，如果你日日愁眉苦臉、成身病痛、日日怨天怨地，你嘅負能量只會將成頭家拖垮。老人家最重要嘅修行就係學識放下，放低對仔女嘅執念，放低對個孫嘅溺愛。天道有常，萬物皆有定數。你做好你自己，照顧好你嘅老伴，安安穩穩咁過好每一日，就已經係對呢個世界、對你個家庭最大嘅貢獻。我今日講嘅呢番話，句句真心話，可能會得罪好多家陣仲喺度享受緊父母免費勞力嘅後生仔，可能會令好多沉迷喺湊孫入面無法自拔嘅老人家覺得好嬲。但係我冇所謂，我老人家講嘢從來都係對事唔對人，我只講天理因果，只講人性真相。我真係睇見太多善良嘅老人家因為一時嘅心軟，晚年過得咁淒涼咁委屈，我心入面真係滴緊血。我唔想見到你哋辛苦咗一世，到臨老仲要吞聲忍氣。如果你認同我今日講嘅道理，如果你覺得
我講中咗你心入面最深處嗰條刺。我懇請你做一件事，請你喺下面嘅評論區大大聲咁打出8個字：放低執念，安享晚年。呢8個字唔單止係打出嚟俾我睇，更加係打出嚟俾你自己睇，係俾你自己人生下半場立下嘅一個誓言。當你打出呢8個字嘅時候，就代表你正式斬斷咗嗰啲消耗你嘅拖累，重新啟動你自己嘅腹部。同時，我強烈建議你將呢段影片轉發出去，發去你嘅家庭群組，發俾你身邊嗰啲仲喺度為仔女做緊免費保姆，做到周身病痛嘅老友記。睇有啲說話，你做父母嘅唔方便開口講，經傷和氣，我驚仔女話你計較，咁就等我代你講，借我把口去點醒你身邊嘅人，去敲打下嗰啲唔識得感恩嘅後生仔。你轉發一次就等於做咗一次善事，好多一個受苦嘅老人家，呢份功德老天爺一定會記落你嘅福報賬度。記住啦，你嘅晚年由你自己話事，唔好再做任何人嘅附庸，唔好再做免費嘅保姆。你嚟到呢個世界唔係為咗還債㗎。點擊訂閱我嘅頻道，開啟旁邊嗰個小鈴鐺，我會繼續用最真實嘅案例，最通透嘅玄學智慧，幫你拆解晚年人生嘅種種難題，幫你避開人生嘅陷阱。願每一個點讚留言同轉發嘅善信，後半生都能夠無病無災，六時吉祥，真正做到順風順水，好修相傳。